我第7个阶段就要谈美国，因为美国是最早成立一个这样的代表制的政体，然后美国的影响是很大，但是美国的制度根据 Robert Dahl 这个政治学家说，过去200年其实没有国家完全学他的。美国的宪法在很多人眼中有各种理由去，有些把它美化，把它丑化，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可能很多人对美国宪法也比较熟悉，但是我还是会说一下，因为理解了美国就更知道它其实也是个个案。其他的欧洲后来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完全仿效美国的，美国有很多不是这么克拉西的东西的这个宪法里面。白人男人有广泛的普选权呢，的确是在北美洲英国的一些殖民地开始的。当时很简单的理由就是每个州都要吸引人来移民，如果你不给这个权给人家，人家不来你这个地方。所以维珍尼亚的金普斯汤1619年是最早就把这个选举权给了所有白人男人。这个选举权跟同时他也成立了奴隶制度，所以这个是2个一起的。美国一开始就是全民选举跟奴隶制度，都是因为他人手不够，人不够，要吸引人。但是一方面所有白人男人都可以投票了，但是其他的奴隶就是另外一种，根本可能还不能算人，只能算商品而已。独立宣言之后，1776年开始英国打仗了，就做了个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就成立了一个邦联的条例的，这个是在费城会议制宪之前的。但是这邦联条例中央政府没什么权，议会不能征税，不能管州与州之间的贸易，不能跟别的国家签合约。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经济萧条，还有很多叛乱，所以要不要拨款去救济呢？中央政府有什么权呢？全部都没解决的，所以必须要在1787年重新开制宪的会议，就是1776年独立宣言之后，1787年又要重新开始一个会。这次呢，中央集权派大赢的，所谓联邦党人。联邦党人就是压州权，把权要收到中央的一个派系。比如说韩柳登这个代表性的联邦党人说，我们要的是一个共和国，不是德摩克拉西。他甚至说要把德摩克拉西关到瓶子里面去。马蒂森这最主要的一个思想家，甚至在这个联邦党人里面，他不喜欢大多数的暴政，正如他不喜欢皇族一样这么强，就是君主制一样强。他最重要是保护个人，不要受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或大多数暴民压制，这个是他的目标。所以他才认为选区越大，越能保证这些代表不受基层影响。他们是不想被基层影响，所以他们联邦党人提出很多方法，都是想阻止这个大多数人的统治的。比如说双议会制比如说总统有否决权法院的可以做司法复核，中央权又比较大，甚至联邦制，其实都不是德摩克拉西的东西。所以这么多不同的想法都是想不要有德摩克拉西所以有学者说，就是1878年美国宪法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压制州的德摩克拉西。州本来是差不多很多是每年选举的，但是现在呢，他们要把选举拉开，不要这么密，然后要制造中央的一个官僚体系。然后联邦党人不想再开第2次会议，制定了只有9个州同意，他们就可以成立这个宪法。而且这个费城会议是故意不去订立一个人权法案的，因为很多州的自己的宪法当时已经有了，都是很强调人权的，就是现在我们所谓人权法案里面的东西，这个美国宪法是没有的。但是这个当美国宪法要拿给各州去确定的时候呢，很多美国人都觉得怎么原来我们的权都没有了，作为公民的权去哪里了？所以
所有反对这个宪法的人当时就集中在谈这个权利的方法，权利没有了。Madison 那个时候出来说服了第一届的议会，加了人权宪法，就是美国第1到10条修正案，才把这个补回去的。所以别人家说，不是制宪者我们应该感谢的，而是当时反对这个宪法的，让那个联邦党人做了一个让步，就是把人权10个修正案附在宪法一起。美国这个制宪过程到这里其实还没完的，因为它还有1880年第4次总统选举，阿当斯输了给杰弗森，但是当时的很多漏洞，到底是选了杰弗森还是选了副总统 Burr， 他们当时就是投票是很糊的，然后硬要把副总统说是总统，总统是副总统，就是反正它很复杂的过程，就是打了个大仗。总统权也在1880年杰弗森做总统的时候就确立了，就是这个是很特色的一个美国制度。英国制度是不可能想象有这样的制度。每一个美国的制宪者都说我们特别崇拜英国制度，但是英国制度绝对不会想给一个总统这么大的权。然后高法也是他们当时1880年的斗争，就是上一任总统阿当斯的下面的人 Marshall 做了高法的法官，就想用高法来制衡那个总统。大家这次的拜登的选举就知道了，上任总统不下任，他可以做很多动作，所以阿当斯委派了很多法官，就是在他下任之前，这些现在都还没解决的这些问题，但是出现了总统，只出现了高法。那个高法不光是好像德国这样是只是关于宪政问题的有人提出在做一点检讨，往往是对所有政策上的东西都会参与意见。后来美国这个制宪过程留下的问题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所谓在康乃狄克的妥协，就是每个州都有同样的参议员，不管人数，这个也是这个妥协。比如瓦尤明州只有加州的1/70的人口，它也有2个议员可以派到参议院。然后参议院是6年的，众议院只有2年，这众议院才是最能说是代表群众决定做主的一个地方，但是他的任期都不一样。第二点，总统有太多权力，随时可以把代表民众的议会的决定否决掉，他有否决权。第三，高法完全不民主的，可以终身任一生。第四，只要有13个州就可以阻止任何宪法的改变。第五，宪法没有保证普选，给了所有州自己去决定，所以后来很多州都不让非洲裔投票，女人投票也很晚才发生。第六个，总统选举通过一个选举人团的制度，那个是最荒唐的一个制度。当初成立的时候，因为大众选区出来的人不见得对，所以每个州要选一些聪明的、严能的、有水平的人去过滤这个大众的选票，这样定出来一个法律。虽然马上这个想法就给否定了，但是这个选举人制度遗留下来了，而且每个州最少人口州也起码有3票，所以选举人的不是完全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票数。所以出现5次起码，其实在多数人票上是输掉的总统最后当选，就是因为选举人票。第7个就是可以通过司法复核，就是由人民代表选出来的议会都可以给法院否掉。第8个就是议会的权其实在相对小的，很难阻止联邦政府订立法律啊、经济政策啊。总统也可以用过自己的特权做很多事，用总统的命令去做，就根本不用通过议会。我们现在都在说他离开德莫克拉西有多远啊？是不是好还是不好就见别论，但是这其实都是离开德莫克拉西的东西。
1781年之前的一个宪法都是一个妥协，它里面容许了奴隶制啊，这个要到1861打了仗之后做的第13、14、15修正案，才把这个东西纠正过来。所以托克维尔在50年后去看美国的时候，他就说过一句话，因为美国代表制让他感觉是美国社会是很民主的，但是政治上是很贵族的。他说，因为他的代表制是一个有点贵，就造成了另外一个阶层。但是他是这个托克维尔的想法啊。这个第八种阶段，后来的各种授权代表的所谓民主制，美国的这些制宪者的确是很崇拜英国，但是还好，只有汉密尔顿曾经提议过恢复君主制，然后也有一两个人说过要做一个英国式的上议院，但是基本上Madison 啊等等都不赞成这个。但是他们也希望通过宪法去阻止所谓普通人的管制，所以后来的欧洲的代表制呢，大概会避免了很多美国这些制度的不民主的部分，所以一般都会比美国更全民做主、更普选，包括欧洲的可能用议会制度。议会制代替美国的总统制，刚刚说总统制也是很特殊的。1880年杰斐逊选举的时候，造成了总统的权力这么大。那很多欧洲是用多党制，大家知道，而不是美国的两党制。有些国家就不是联邦制的，就用单议会就够了，不用双议会啊。他们选举往往也用各种比例的制度，而不是每个区多数人选一个人出来，而是用这个人有几个参选者按比例选几个人出来这样，所以让一些小的代表都可以有机会被选上，而不是每一个小选区只有一个人可以选出来，就永远是最多的要选出来，其他的是有代表性但是不够多数的选不出来。所以现在所谓我们谈的民主制或自由民主制的，其实都是一种逐步把全民普选的授权代表制，加上所谓自由宪政的混合政府。这种政府的确在保持这个政治府的合法性上好像有帮助，所以权力能和平的交换，叫议权，叫和平议权，就是在一国之内。全民自由选举的授权代表，除了这个制度之外，其实现代宪政民主都还有一些跟选举没关的东西，比如说保障少数人的人身保障的、表达自由的，或制度上的宪政，比如说分权的、限制争权的、法治的、政治人民跟常设官僚分开等等行为，这些不能直接说是跟democracy有什么关系。但是这种制度也很明显有别于一些自称民主的或代表人民的专政或一种操纵的民主，最大的分别大概就是全民自由的普选这一点。如果有这一点，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现代民主制了。其他的可能用民主之名，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归落现代民主制之后。所以但是现在民主国家在二战后其实只有12个，到1993年就有44个，今天在195个国家有117个是有这种选举民主的，但其中有90个是被认为是算是自由的普选的国家，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很成功的。虽然我待会说到里面的矛盾啊，但是在大家只听到的民主第3波啊什么之后，曾经有一度在200对，就是苏东波之后一直到阿拉伯之春等等，曾经好像更多国家会走向这条路，但是这几年又好像大家认为又有点倒退了这。